26岁离婚的妈妈甲2个查囝消失伫这场的大火，这妈妈的前翁，也就是囡仔的生爸，赶到火烧的现场，跪地痛哭。妈妈的男朋友嘛真伤心，一直7目屎。阿公虽然2阿某已经离缘，但是关系也真好。平时就是这个妈妈甲男朋友送2个查囝去学校，放学是前翁去接查囝转来，大家生活是真和睦。想袂到一场的大火。 彻底来拍散这家伙啊！2个囡仔亲生老爸，也就是负责人的前翁，接到消息赶到现场，痛哭失声。囡仔老爸甲囡仔阿公揽咧一直哭，这个负责人的男朋友嘛难忍悲痛，朋友伫边啊，伫甲安慰。阮家囝哦。 是安怎火烧厝？伊这个男朋友讲唔知影。领导，到底厝，所以恁当阵嘛伫外口，这个。伊的朋友讲，这个囡仔老母离婚后，本来伫外口细厝，后来住入因男朋友阿公因厝。伊这个男朋友伫做电头，平时主要是靠阿公做拖水维持生活。伊这个囡仔老母虽然已经离婚，也毋过甲前翁保持良好的互动。你该是在老母，你妈爸，妈妈的男朋友会载她去上课就对了。小孩子爸爸每天都会来载着，对啊，载下回来。 经过了解，这个婚姻人虽然已经离婚，不过伊的男朋友有缘，和伊的前翁甲囡仔有往来。顶个月，佫和囡仔登去阿祖因兜做生日，家庭真和乐。想不到会发生火烧厝，和家属万分的悲痛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